下升格，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，嘛是同款加正无滋味，加话无值钱。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候选人甲不分区被提名人，最近讲话引起争议，蔡依芳要骂吴怡农，结果讲到家己。昨昏蔡碧如伫咧广播电台节目，搁再承认讲学子黄静莹囥伫不分区安全名单附近，是要来争取必须查甫囡仔的支持。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有啥物款的看法？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。 一般来讲，年轻人投票率还是比较低的，特别有蔡今年投票率很低，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鼓励年轻人愿意走到投票所去投票。还是有一些吸票机的。但是用“肥宅”这个字眼，那是数学人讲的。对，但是蔡顾问他没有就是否认。哇，这个我们哇，人家讲的话，我们也不用去刻意跟他修正干什么。哎呦，这个实在是。那你。tolerable， 我们要共融社会呢，容忍是自由的基础。那你“肥宅”这个字眼其实是负面的，但当时没有去做纠正，然后还说是，会不会就这样子是有点引发就是大家的质疑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就说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叫政治训诂学，就是每天抓那一两个字，然后在那里追究，哇，就这样，这是不过是这样的，这是目前的政治文化，但是。 过犹不及了，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讲话太随便，但是也不用每一个字都要追究到底嘛，这样。那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？就是学姐发现部分区是要吸引肥宅票。对啊，应该比较正确的说法是鼓励那个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，不然我本来估计的明年投票率很低，我估计在比66还低，66%还低。像这个民进党认为现在又在物化女性。唉，民进党就是这样，认真工作就好了。 每天他在那里搞文字狱，是这样最新这连2天啊，从蔡依芳那个肥皂事件，然后到昨天的肥宅，就是这2天感觉上。其实我来讲哦，因为我们的这些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了。坦白讲，那进入这种叫政治这种罗马竞技场，你知道，很容易被砍得遍体鳞伤的。坦白讲。 哦，那你可以帮黄自颖讲一点话吗？就是说他的专业不是在吸引肥宅票，就是他其实有他自己的专业。他还是有也是这种新闻专业人员嘛，也是出国见过世面的，还是有他一定的标准的，一定的水准。其实他也当过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呢，当然做得好做得坏是一回事的，不过还可以扮演一阵子的，可以扮演那个工作，可以做那个工作，还是有一定的实力。 像昨天卓荣他又杠上你，他说希望北高市长不要越来越像。其实他就哇，这点就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傲慢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也许常常是这样。为什么在政治上傲慢呢？他也许也认为小英的票很稳了，太多了。这个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其实我认为小英还是会赢的，但是我认为最后票数还是会接近，因为像这种叫典型的傲慢，对吧？柯文哲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。 你，人家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，你现在倒过来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，你没事去踹柯文哲，柯文哲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嘛，好吧，那不然我下人说，如果他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票，那我们就算了，我们都不要投给小英，你看远，所以我感觉他一定像周在讲这种话，一定被洪耀武骂。像那个《自由时报》最新讲的都实在的，你看嫌票多啊。 你真的确定他这样子，党内会有人觉得他这样讲不好？不是的，被嫌票多嘛。所以有时候政治还是这样的，容忍是自由的基础，你知道吗？且嫌票多那些。像《自由时报》最新的民调政党票，民众党有7.7%，品观点的有7.6%，可是蔡壁如刚刚说应该有12%才对。不是啊，这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机构效应啊。不过还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今年的政党票很难预测。我们实际在政治圈的人因为这个变数太大了。想可以问一下太阳花学运吗？太阳花学运。太阳花学运刚才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晨会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。我想，其实太阳花学运我们会上诉，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它澄清的。这个，我老实讲哦，我的态度从头到尾都一致的，就是说。 它是一个历史事件，它是一个政治事件，所以有时候政治事件要用法律去解决，有点 K 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像荒养玲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跟荒养玲很认识？因为我当过台大院创造医学部主任5年半嘛，那时候他是中正医的分局长，
所以这个我们那很多业务有交接，所以我跟方亚玲算是熟的。太阳花学院他一个人就背了，我印象中是53条案件嘛，结果他每天跑法院，就什么事我看事情，我时间就去掉一半了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哦。太阳花学院当然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你知道，但是能不能让大家尽量把这结束就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让大家可以重新出发，每个人都要留在过去的情绪，你知道吗？坦白讲呢，这种诉讼，你知道吗？告来告去，大家情绪都不好，所以警察局有警察局的坚持嘛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看看哦，徐国勇也不敢，徐国勇他也说要上诉啊，他敢那你说你们民进党是太阳花受益者，你们要不要换？徐国勇也不敢讲，为什么？很简单呐、有8万警察呢，你现在不上诉，警察就反弹了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。其实我的想法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你知道，能不能把这些不管学生被告、警察被告，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协商机制，大家把它结束掉？